好，即马风台马来对今仔日下晡4点开始，台北市宝华边的苏善门甲新北市即个河边的停车场，全部拢会当出来，也毋过袂当入去。今仔日暗时8点，这无刷走的车辆就会全部拢互人拖去。行政院长杜英泰是去视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，只是中央甲地方爱做回来防灾。 有收到讯息啊？收到讯息。对，所以赶快来移车。下午4点就要指出补件，所以我们是特别先来移车。对，民众赶紧甲停伫河滨公园停车场的车刷走，因为风台开始就要来啊。为了安全，台北市23下晡4点，宝华苏善门干来当出来，袂当入去。暗时8点开始，无使走的车就会拖，而且嘛会罚款。新北市是为下晡4点开始，水门甲所有宝华外口的停车场干来当出来，袂当入去。附近的红线、黄线，还有部分校园会开放停车。暗时8点开始，宝华外口的车就拢会拖走。今天的下午4点开始，我们的横移门只出不进。那我们同步的周遭的整个红黄停车就会开放。车辆没有移置的话会被罚款。机车部分是新台币1800块，那小车是2400块，大车是4800块。 店员无用在收物件，这间去用合作是全台湾唯一一间爱美风台的超商，来尔富三重埔美体店，当咧甲商品甲机台搬出来。那行政院长杜英泰嘛是到中央灾害应变中心，要强化中央甲地方合作来因应风台，加强跟地方政府的沟通跟联系，随时提供最新、最正确而且最有效的方式跟情资给地方政府。 杜英泰强调讲，花莲伫地震了后，还有真侪所在崩塌，还有积水湖，要求相关部会都要随时支援，甲地方联手，强化避免灾害，做伙准备好势来因应即届风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